继续来看台中一间私立的高中，有2个学生嘻嘻哈哈，结果互隔壁班的老师甲因骂，因真不满，怎对老师就去辩所，用棍仔来讲老师的后头壳啊，讲一个棍仔是当场断去。也毋过2个学生坚持讲因无动手，即摆老师已经决定要来告学生，啊那学校是支持老师维护自身的权益。 水槽顶有放真个盆栽，甲一支用来理密可爱的茶箍，这是台中一间私立的高中用来立美化环境的盆栽，想要到处变成学生拍老师的武器。代志发生伫6月7日暗时7点10分，当时被拍姓杨的老师先入去便所，2个高一的学生对入去了后，拿水槽顶这支茶棍仔讲老师的后壳，这支棍仔当场就咧断去，老师随话头讲，搁拍试看卖。 检查身体状况，那初步检查到现在是只有头部跟外部挫伤，没有所谓脑震荡。学校一个调查怀疑讲，双方的冲突是发生伫学校的实习的工厂内。当时黄老师的班甲拍人的2名学生的班级做上课，因为另外一班伤过吵，黄老师大声话引起2个人的不满。演不事后，2个学生拢无承认讲有动手。可能是说，是不是老师你管过头了啊？你管理班就好，不要管到我们这个班。这2位学生都不承认。 因为学生拢无承认有拍人，再加上讲因平时嘛无啥乖，被记几啊记的大过。老师甲学校讨论后，决定去警察局告。调阅监视器后，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，依法函送侦办。校方讲，经过开会讨论，会阁对2个人各记2记大过，为后礼拜开始，和家长带转去厝的管教5天。这礼拜2个人是正常到学校上课，也要求老师继续辅导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